台东铁部这间公司，互员工指控讲公司欠加班费，佮乌白工扣员工的特休假，长期违反劳基法。即马公司要关门啊，要甲这员工洗头路，嘛无依照劳基法照顾劳工的权益。劳动部即马是表示，会替这员工去找新的头路，而且嘛会介入劳资调解。大解法排除异空，开劳受害。 台东染症的员工伫这么热的天气，到劳动部定情抗议，因为台东染症互人控告减快加班费、严加扣特休假，佮实施扣薪的无薪假，严重违反劳动法令。公司无行因薪水，就要伫10月关厂，无顾员工的权益。他之前欠我们的无薪假，还有那个加班费、特休都没有给我们，没有依法给我们。给我们补偿一点，1年多1个月。 先原的劳团讲，根据台东染症提出的大量解雇计划书，唯一的附件资料是宣布关厂的工具，而且依照目前大量解雇的法令，解雇人数仅纳入本劳81人，完全无纳入移工的人数。 各种大量解雇的手段的时候，只是因为移工没有被算到母数里面，移工的欠的还有解雇不算数的话，这其实就会造成实质台劳的受害，就是他没有办法进入大量解雇程序。从以前到现在，全台的就业服务站没有任何双语人员，无法回答移工找工作的疑问，无法替移工介绍工作。 劳团要求劳动部先落修法，并确实协助劳工转职。出来接地政司的劳动部官员讲，一定会持续甲通知劳工局协助员工找头路。劳动部对于本外劳的工作权都非常重视，如果转业困难，我们会持续协助。劳动部讲，劳资双方一定8月20进行第2届调解。员工搁去总公司抗议，要求公司要有诚意解决欠薪的问题。总公司并无派人出来接洽，记者敲电话，总公司是拒绝记者的访问。记者综合报道。